你有冇試過突然發現另一半同一個異性朋友日傾夜傾 ，WhatsApp 對話記錄水蛇春咁長，你每一次行埋去，佢就即刻反轉部電話，佢話我哋只係普通朋友，但係你嘅直覺話你知，佢哋應該係有啲嘢嘅。今日我哋就嚟拆解點解明明好男人、好女人都會出軌，原來一切都係由純友誼開始。大家好，我係 KK 師傅。我係 IG 經營愛情玄學諮詢服務，處理過無數分手、出軌同復合嘅 case。呢一個 channel 會結合玄學心理學，俾最實用嘅愛情建議你。中意嘅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啦。好，我哋入主題啦。好多人以為出軌嘅一定係壞人，已經唔再愛你，或者婚姻一早出咗問題。但係美國著名婚姻心理學家 Shirley Glass 佢做咗幾十年嘅研究，訪問咗幾百對受出軌影響嘅夫婦，得出咗一個令人震驚嘅結論：就算係公認嘅好好先生、好好老婆，明明段婚姻係恩愛嘅，都一樣會出軌。佢喺發現愛、找回愛、親密關係嘅重建呢一本書入邊講到，現代出軌同以前已經好唔同噶啦。以前嘅出軌係主動揾刺激、新鮮感，但係而家嘅出軌大部分都係一段純友誼慢慢開始。佢研究嘅個案入邊有82% 嘅出軌個案都係由朋友開始，即係話10個出軌個案有8個都係由我哋只係朋友開始。而 KK 師傅嘅諮詢個案，大部分嘅出軌 case 都係同事、舊同學、健身教練等，唔係陌生人，係一個你哋都認識嘅朋友。所以問題唔係佢係咪全心去偷食，而係佢對住異性朋友係咪已經慢慢過晒界，連佢自己都唔覺。Shirley Glass 提出一個概念叫做牆與窗。想象一下一段健康嘅親密關係係一間屋，你同另一半就住喺入邊，屋入邊有一扇窗係向住對方開嘅，你哋互相分享心事、秘密、夢想。呢一扇窗係透明嘅，光線充足、溫暖，而屋外邊係其他人、朋友、同事、異性等，對住佢哋，你哋有一埲牆，唔係話要隔住佢哋，而係保護你哋兩個人嘅世界嘅私隱同親密，呢一個先係正常嘅狀態。對伴侶開住窗，對外人就立一道牆。但係出軌係點樣開始嘅呢？就係當呢一埲牆同呢一扇窗不知不覺間調咗位置，你開始同公司嗰個普通同事、普通朋友分享你婚姻嘅煩惱，對另一半嘅不滿，你最近嘅壓力等等。同一時間，你對住自己嘅伴侶就築起一道牆，唔講唔分享，甚至講大話。當一個朋友對你婚姻嘅了解多過你配偶對你友誼嘅了解，你已經將呢一埲牆同窗調轉咗。係咪有試過？當你同另一半有摩擦，你第一時間唔係同佢解決問題，而係走去同出邊嗰一個異性朋友傾呢？呢一個就係情感出軌嘅起點。所以想問大家一條問題：你身邊有冇一個異性朋友，係你每一次同佢 test 完之後，都會下意識咁 delete 啲 record， 或者唔想伴侶見到？如果有嘅話，唔好再呃自己話我哋真係冇嘢啦。因為 Shirley Glass 話情感出軌有3個特徵：秘密、情感親密、吸引力。只要有第一樣，之後嗰2樣出現都係時間嘅問題。出軌係一個不知不覺間嘅過程，你唔係某一日突然決定去偷食，你係一步一步，每一次都覺得冇問題㗎，我哋只係普通朋友，然後越行越密，等你發現嘅時候已經泥足深陷，翻唔到轉頭㗎啦。所以最得人驚嘅唔係嗰啲全心積慮去偷食嘅人，而係一個原本冇心出軌嘅伴侶，因為唔識避忌，慢慢踩咗界線，自己都唔知。講到呢一度，好多人可能會問：咁係咪有啲人天生就比較容易出軌？喺八字命格入邊，答案係有跡可尋嘅。我哋講2個概念，第一個暗桃花。喺八字入邊，桃花星有分為命桃花同埋暗桃花。命桃花直接係出現喺天干，係好明顯嘅，佢自己同身邊嘅人都知道佢桃花好旺。暗桃花就藏喺地支入邊，表面係睇唔出嘅，但係一旦遇到特定嘅流年大運，就會突然被引發出嚟。呢一種人平時可能係個好伴侶，老實顧家，但係一行到某個年份，就好似 Shirley Glass 所講，溫水煮蛙，界線開始模糊，同某個異性朋友越行越親密，自己都唔知點解。第二個，流年沖夫妻宮。八字入邊，地支係代表夫妻宮，即係你同伴侶嘅感情狀態。如果流年嘅地支同你嘅日支相沖，例如你嘅日支係子，流年係午，即係會有子午相沖，咁夫妻宮就容易被衝動啦。唔係話你一定會出軌，而係代表呢一年你同另一半嘅關係特別容易有裂縫、摩擦、距離感。而當感情出現問題，加上身邊有個異性朋友一直開住窗，呢一個時候界線就開始模糊啦。當然想知道自己或者另一半有冇呢一個問題，
歡迎揾 KK 師傅去睇下八字啊！咁係咪命中注定一定會出軌呢？錯啦！八字從來都唔係一個判決，只係一個警示，一個提示。雖然有咁樣嘅顯示，但最終決定做唔做嘅都係由你本人。所以當你行到感情容易動盪嘅年份，你就要特別小心啲啦。同伴侶一定要保持關係，對外一定要閂埋道窗。有3個實際可以做嘅事情：定期做牆同窗嘅自我檢查，問一問自己，我有冇一段關係係唔想俾我另一半知道嘅？如果有，呢一段關係就需要重新審視個界線。第二，主動同另一半開窗，唔好等另一半逼問先講。要主動分享今日嘅心情、工作嘅壓力、你嘅諗法。只要呢一扇窗係向住大家互相打開，第三者都好難入侵啦。第三，留意流年大運。如果你知道自己或者另一半今年行到一個感情動盪嘅年份，就更加要俾心機去經營呢一段關係，唔係等到問題出現先去補救。如果你而家正係面對緊感情困惑，唔知另一半係咪真係純友誼，或者唔知今年嘅感情運係點，歡迎去 IG 揾 KK 師傅做一個奇門遁甲嘅諮詢，幫你睇下感情嘅方向，揾出最適合嘅方向。記得 like 呢條片 ，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